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，大家就伫台湾有当到好高好料的素菜啊！大家读到了解就会想讲，来去花莲行行聊聊的，行行聊聊真来啊，就会带一位电炉，要带一点伴手礼。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呀，亲有花莲特色的电炉哦，所有的产品，所有的东西，尽量全部用花莲的东西来做，佢喺马上哦。細細嘅來分享，節目地都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，賴正義來睇個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花蓮過來客家莊過來賴阿哥嘅嗬，留言客家嘅朋友講早安。哇，來睇個，你啊，嘅客家話講到懂好呢，佢睇唔講話，我就有一種讀到我自家不卡連沙嘅感覺。因為從細到大嗬，阿婆一定睇咩，嗬，我阿婆家婆攏唔行講私煙嘅啦，嗬，所以講阿舅啦、阿姨啦、阿叔、阿伯。睇家私煙從細到大都關嘅。應講，韓國人從細都花蓮台，都花蓮安用過生飯安用，然後也下又轉到花蓮來創業，創業也就品牌也就是，我一看也是，好也聽到客家人，因為提扎是就是什麼安講嘅講啊，唔講用講清好呢。你講嗬，嗰時間嗬，羅斯福嗬創一條歌，那什麼安講？你客家話用寫一個講詩咩？寫唔出來啊？就用咗它。進，好，那拼注音符號 GEN 進這樣子。GN 進哈，進字就是乾淨美麗嘛，清腔麗又清講的意思咩？上到這麼個花蓮啊，你行人講啊，個清好哦，有冇暗號？清好，好像又很像諧音的感覺。就馬上用一個來做你呀，那品牌的命名啊，就講那呀名，你名做那清好。因為同自家嘅理念有關係吼，要做這個品牌。簡單按樣講啦，40年前，民國100年，我接到天發，我爸爸愛寫油紙嘅，嗰時間睇內府要用做呀，科技業公司嘅總經理。我接到天發後，我都想，阿爸都係一陣來嘅啦。基本咁樣嘅對你嘅爸爸，我相信我喺生嘢都用嚟對我。所以我都轉到花蓮，我嚟照顧老人家啦。嗰當時我轉去，我咩要潛寫來做啊？我人生第一擺嗬，拿定個履歷表，數位準嘅嗬，來面試。佢打電話過去，佢聽我講話講下，我一到嗰個公司嗬，2排人排出。佢講我是來要 interview 嘅哦，你有冇用排按到面喎？佢講我也寫你唔是看過按樣嘅履歷表啊？佢講你自家做調價好冇？你冇來做事好冇？後來冇法度咧，自家愛來創業嘅嗬，實在揾唔到事好做啦，冇人敢用啦。我都想講為啊土地為我爸爸做一啲事情。你台灣有60第一名，第一咧，我寫油紙世界第一名。一定多年，青島也咁切片，嚇死你！第二集最近大家較啲嘅，全世界來講，台灣嗬，到底民眾當輩按樣會呼吸唔會痛嘅嗬，半年全世界一定重。平均哦。因為咯，病從口入。所以嘅時間我都按樣，10年來嗬，13年來我都係講起法，病從口入。Nature future， 乾淨的食物是未來的希望。你看到嗬？要那中央山脈，你從媽媽保護人東部沒有污染啦，所以講你一定最北邊哈，南澳的烏岩角中央山脈的起點，到200公里玉里哈，要不要農產品？睇下要不要農行出嚟多。其中哈，嘅蘇鳳下邊有條楓林，楓林係你去睇嘅故鄉，我爸爸嘅故鄉，我爸爸細年都睇楓林睇咩？點咩？高中嘅夢工廠幾多嘅一剎，所以我都想講，鐵條大家聽下按樣睇，用鐵條來寫台灣嘅文化，俾全世界看得到。所以我都做一隻品牌，我稱號。好多人講，看到有稱號，有冇真好？真好哦！啊，過年有咧真好。嘅廣東人、香港人講，哎呦，靈好哦，青天得見哈，嘅天空也係藍。我諗埋要講要強力啦，就係講嘅感覺，自然也識咧東西。好哈，其實當時用寫嘅係稱盤嘅嘛，你東西按盤叫做好。好盤。
所有你看到因公司所有的东西，中、做、农行一家发明一家做，工厂因一家，无配咧起房嘅买 OEM 啊，安样嘅东西嘛。所有的东西拢按照原型食物，以原来用诶。所以说我们今后这个品牌是这样来的啊，因为亲盆，又亲又盆吼，是行路行唔同嘅，就像讲啊，用英文嚟讲好哈，亲粉养安样，我都开始做研究，做到后背吼，慢慢的印度研究嘅，就开始讲深多年嘅公司呢，个屋嘅啊，系100年很好起嘅屋，个起子吼，个路吼，啥嘢都試唔入來，後來順豐又開一條新路啦，大家都尋唔到，吼都講啊，有銀行講啊，因講 Google 嘅定位定落去，叫佢寫講你係乜嘅行業，吼乜嘅行業別，然後講啊，你啊安諾歐米亞嘅伴手禮電路啦，吼，做安樣我都變伴手禮嘅電路，買電路，我本來要做食農教育啦，所以你都冇嘅乜嘅禮盒啊，送禮嘅東西冇。後來就挖一個土，對，所以你要看，整個設計是完全不一樣。對，而且我覺得真正係用花蓮來做主題，韓國係對爸爸嘅愛，希望爸爸空間一種嘅心情來做安樣嘅電路。雖然是一個小意外，唔講我知道係一個凍漿。親口嘅一個意外，然後有安樣嘅產品出來。古時也係再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花蓮鳳林飯條嘅好味事哦。韓國也一開始同大家來分享嘅，也很多水洗花生，用水洗，用水去泡。哦，用水去泡，去浸的呢？什麼叫做浸水嘅剔頭啊？一開始是安樣哦。先講一個辣。好，一個咱淡薄有下四雜絲嘛哈，麻辣鮮香。你中國有差不多8大菜系的哈，8個大菜系。它8大菜系之首叫做川菜。好，那因為你睇嘅啦成都哈，我們大陸的這個成都啊，那邊睇嘅往做半年，所以我連四川話都講了啫。哎呦，我們講川菜，好厲害啊！對，麻辣鮮香，嘅辣。做唔得過頭哦，我上睇頭前哦。你確定沒有過頭嗎？看到蛋糕有金黃魔鬼椒、大紅袍、綠花椒，這聽起來都正營養。思考一個問題哈，從細到大，你食到辣係咪風我都辣啊？係嘛？以前有安用風。你食一笪糖，好風切辣睇頭飯後，一食落去，再咩風，肚是咩風，是不咩風？天天都艱苦嘅係嘛？奇怪呢，你消化東西食落去應該變排泄物出來咩？按樣我講食物嘅東西，嚼物嘅東西，咩是塑膠袋。所以講你冇去消化啲。所有嘅銀行，你去買東西咩咁樣？係哦，又會便宜哦，又會好食哦，口味又會重哦，哪樣都買得到一定好，又會有名。你做生產嘅人愛錢。買東西你咪要賺錢，我打廣告本年底，行到哪都買，你買到哪。哦，通路哦。你有想過冇？按多嘅錢買人睇付，買東西嘅人睇付咩？所以講，大家係講我潛達一隻做啲平淡嘅東西，存到一隻我發福啦。你從細吃發福食到大，你看，你也順風嘅人，食油脂嘅啦，多一面衝動唔會痛嘅啦，哦。癌嘅啦，朋友幾多，同學幾多，哪樣都有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是講原來嘅同事咩？乜人講辣係拍拍嘅，乜人講辣已經係縫嘅，係嘛？古時人嘅辣係，你打開嚟都啲嘅。縫嘅也係拍原來一樣嘅，我冇看過，我冇看過，也辣嘅剔頭攞杯關起來係拍嘅呢。唔講係打開來就一層香味衝上來。死神、毒蠍，好 Carolina， 用英文來講。你在講辣椒的名字哦。Carolina， 卡羅萊納哈，然後 Scorpio， 蠍子，青花椒、大紅袍，這4種東西，剔頭100公斤啊，100斤，按住100斤的水，哈辣椒的哈，花椒、大果汁啦哈，剔頭邊個地度泡
泡5点钟。按钮就叫做泡水的花生。泡5点钟后打开来，好一层一层一层，天风来吹13点钟。哈，13个小时。用要吹干。天山按钮吹。你迄气条吼泡，底边按钮碰起来湿湿咩？你迄无来吹不会着。你迄炒盐，啊唔係龍棚攏鹽體淡杯，所以你一吹不會着家吼，啲香味會吸進來，吸進來後吼，應用嘅深層嘅海礦吼，炒過將來食做安強力安好食。真香，韓國雖然攞杯誒包裝寫當地人講嘅辣椒誒，他唔講嘅嘢食落在啲度，一啲啲嚟嚟，韓國清重嘅係香味，又唔會當鹹。100公克嘅氣條，0.125公克的死神，0.125公克的毒仙，所以它总共的辣只有0.25公克。我都是用比例去算它的辣度。但是我搭配呀法莲风里面剔透，真紧就会有那种油脂饱满的感觉，然后都做底度真紧系越炒越香。古时候你看中亚以后人就讲安久的，草毛还有东东，你有同大家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下一段节目再再来同大家讲哦。好，非常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一權阿權妹，今日同大家來分享哦。花蓮嘅電路有青島，啊唔過，乜嘅係青代表花蓮安陽嘅電路，基本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紹介，正經係客家莊鳳蓮嘅呀，青好嘅呀農作物就很多剃頭啊、翻頭啊呀東西，剛好安陽經過辣椒嘅安陽嘅調味嘅這樣子的剃頭，阿權妹來說正經係清香清好食，啊唔過。講到呀，剃頭大家就會想到誒，係唔係有當到新聞講誒呀，某期嘅剃頭會有黃麴毒素。嗰時候今日就請下來大家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今日嘅福氣片呢碟，我同大家來講，生落安樣嘅看剃頭有上黃麴毒素呢。青島人都會想講啊，講到剃頭就想到黃麴毒素啦嚇。應該有樣嘅嚇，馬鈴薯、薑黃、地瓜。所有嘅作物提起下輩嘅，哪都度誒，攏有可能有黃麴毒素。因為會有黃麴毒素呢。你一講按照我哋健康嘅剃頭，好，大家有看到。很漂亮，搭粒全部就強用嘅什麼安尼？佢名起來，哦，像身體好強用，硬硬。嚇，中咗剃頭，中下去，你都生得出來。要有種啦。好，你食咧做喺種，要帶皮裝喺度種，哈。所以講要有身體好嘅剃頭。哦。喺講剃頭剃內風，身體就唔好。哦。開始就有乜嘅黃麴毒素。哦。由內而外。霉菌。哦，係霉菌。其中係霉菌。香菇。你看我香菇啦，哈，要一開始黃黃嘅，慢慢的印落印胎就會變那種灰灰嘅。有點灰色的，到後尾就變無色咧。佢啊剃頭做人圓圓咧，身體冇好，嘿，你都不平嘅咩？好，所以有人講，從細行太啲身體都冇好，身體冇好，佢會不平，綁出來，你食到肚食佢都有那種黃麴毒素，它就是霉菌。對，就按簡單，大家唔好唔是緊張哈。你喺了解佢都講啊，冇按2年啊，青島人都一家嚇一家啦，係啊，所以講黃麴毒素很容易可以辨別，目睭會看得到，看就看得出來，一看就知嘅。故說各位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有好會嘛？係講愛看有隻飯頭，有隻剃頭有黃麴毒素冇？用外表用數去描，就做得判斷講也生落係有黃麴毒素冇？故說泰國人嘅產品全部就會套清好嘅剃頭，因為有6道的挑選，還有人工嘅挑選。故說按用通則都係套到按好嘅飯頭，拿來做也得有伴手禮，唔但搶搶加按用出接色咯，還有冇強嘅口味哦，還有冇強嘅產品，沙來愛同大家來服用一張產品名，也之後懂定一下。很多先講直接，它看起來叫做這淋巴針的書，意思係乜嘅？淋巴針的書。其實哈，你可是
我还忙提做剃头家，我就先下一种表，但不有下客家，哈，客家嘛哈，台湾米，一定台闽南嘛，河洛闽咩，哈，另外一定在地的，一定在地的就演出闽咩，所以讲台湾米就係河洛然後演出闽共下，我以前做人家說咧辣椒的八大菜系之首，哈，大家共下回憶就係炒地頭咩，所有的人台灣人都說也是台的咩，哈，中西合璧，就中法然後西洋共下，中華跟東洋，中華跟西洋。好，我最新發明是中華跟德國哈，因為我們外銷到德國3年，所以各行東西哈，第一方面，攏行攏有跟文化有關。去年有另外一家哈來拜託我講啊，想要做一隻清法典啊，然後啲有關係嘅東西。就講哎呦，我本來就想做一個東西。哦，因為法典人一定都係客家咩？嚇，演出名係佢呢，嚇，演出名嘅一定都係阿美族。啲中物嘅種嘅小米，我就想講用小米，然後客家嘅剃頭用嚟合作合強下，嚇，即係去年發明嘅東西。哦，我一開始第一集做要廿幾人，嚇。08真的書，大家種無非嚇，啱呢個真好教。其實當時我睇上一個東西嘅用客家話嘅邏輯。哦。我從細識睇嚇是剃頭筒，用嘢都用係鹽。鹹，牙齒唔同，又太鹹，嘅40%都是糖啦，吼跟麥芽，啲講寫油脂，有個按道理，食鹹係一清太問題，重口味，一個東西呢，係你客家人吼，以前古作家做田啊，吼做食，都是要做一個剃頭筒，俾我神風來食。開始變東西來賣後，就越來越鹹，越來越鹹，同便宜咩？剃頭貴咩？所以我想可以講，做出嚇一定唔會鹹嘅東西。一定唔會鹹嘅。啊，還有人講吃花生好事就發生，是剃頭好事情咩？所以講08代表你發，代表吃花生好事就發生。啊，它的糖那麼少，同暗笑，真的很酥哦。真的假的？我要吃吃看。對，我不要加花生糖，不要加花生酥，所以08代表你發。你讓每個人介紹加較好介紹，哦，所以叫08真的酥。啊，因為好多番飲有變按好燒，我夾下杯又留大家講一隻客家話哈，然後呢含切含好食。含切含好食咯。冷凍起來更好食。冷凍會含較好食，因為唔會硬。更加香。我講下啲剃頭筒，我講較深啊，讀到幾個時間，我冇感受到嘅糖嘅甜蜜，它不是很甜，它只有一滴滴嘅甜蜜甜甜。然後呀，它眼看到嘅樣片係呀做呀這個08真的酥。你看，我記得自家發明咧，我嘅嚇。水炒法。係，嘅攏行攏水，愛啲嘅油嚇，啊留嘅。糖哈，給它溫度變到180度哈，就會變成轉化糖漿。因為老剃頭嘅膜跟膜哈，啲花生膜啊，完全融合在一起。難怪散的哦，但是差不多7分鐘內，它會完全硬掉。所以係唔係因為按用嘅關係，你這樣做得了一滴滴的糖全部融合在呀剃頭蛋糕。當然。所以食起來它都唔會有一大層嘅糖，就一滴滴咧。冇糖。佢喺同老盲睇花生咧，花生佢睇會磨淡杯，人家看詳細都見。但係其實你知道你會不會有看到嘅東西嗎？糯米紙，啲磨糯米紙黏起來啦，同特色嘅。老朋友糯米紙去黏咩？所以這糯米紙是為了要固定它，對，因為真係磨同特色嘅，好好吃哦！呀剃頭筒完完全全就會食到剃頭嘅香味，我冇。肚臍都按用一身高誒，真唔掂。啊，我講下你睇講咩有講到好，咩想我同做一個清法蓮嘅一個產品出來，嗰時候有一個係同樣阿美族嘅產品來合作嘅，叫做小米嘛，粟米嘛，用這個保守嘅熟，這個意思在反義來講就是小米的意思，所以小米咩做得同剃頭嘅合作用哈。你是看啊，這個小米哈，還是圓形的小米，就。用旺旺一粒，沒有脫膜哈，看得到它。一隻骨類啦，一隻堅果。
硬都冇空用没？我就要把小米爆米香再去做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買到嘴體講嘴體吧，買到懵體。口感又有那麼一種嘅感覺哎，就像剛剛泰國講啊，有堅果的酥，然後還有一點點那個鬆鬆的那種穀物類的感覺。哦，不過呀，我本來剛剛沒有看到糯米汁，因為中央冇按甜。中央冇發出洋氣啦。啊，所以你會發現吼，你做鐵條同咩好吼，做一個素素腳咩好，你做切薄。龍棚會水鐵青豆，呀水鐵咧，你喺無拉變產品吼，呀東西嘅價錢你算唔出來，太大眾嘅啦。我12年價錢攏共用，我唔是變過價錢。跟你按用做呀的，聽說會有一些屑啊，所以你就做鐵條醬咩？就用這麼好的，用呀做鐵條醬，冇唔錯。哇！所以你講青好教哦，哦，你也嘅。拉的咩好啦，吼，也係講研究好嘅咩好啦，吼，素素叫小米嘅咩好啦，佢鐵條醬看起來攏共用，原型食物啊，食起來完全冇共用。我覺得清楚有嘅係佢全部就係用花蓮鳳林亞大白嘅鐵條來做，因為佢係好嘅材料，嗰時好嘅東西全部都唔得浪費掉，呀下就再拿來做呀這個鐵條醬。價錢咩充少啦，因為我做呀嘅東西可以拿來吃呀，唔係試呀，所以講。志業來吃香的哈，來我的志業，所以講我當年沒有青島冇共用的公司來支持我一個想法啦。也12年價錢攏共用，按樣來做一下去咯。對花蓮、對空天嘅愛，韓國也在心，錯冇？所以講要做賺錢，我希望唔好條錢做清歡喜嘅啦。其實俺這來泰國有一些太客氣了。其實來泰國嘅呀，這個伴手禮啊，有數到東多泰飯店嘅呀，就肯定啊，去到呀就泰飯店，你就做得有機會食到。啊，唔過還係建議大家做得去到花蓮，去了解呀就素菜，親自去看看那呀就好山好水好風景嘅素菜，食呀好食嘅東西，包含呀就老全部花蓮嘅美食全部變落去呀就登錄嘅品牌，睇下咪再去熟悉一下。還有等等內容，我同大家來分享。我先休息一下，下一段再個轉到節目當中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有請到來泰國同大家來分享花蓮嘅登錄呀伴手禮哦，正然係青花蓮青菜天，韓國沒有講到客家元素到地度，加下有講到呀係切下來嘅呀純嘅這些邊邊角角的這些鐵條同嘅料呀，咩做唔得浪費嘅，做唔得大餸，睇可以拿來打呀飯條醬，飯條醬還有當多種口味，泰國同大家來小結一下飯條醬嘅口味好唔？簡單來講，家已經識得鐵條糖嘅嘛，嚇，韓切韓好食嘅啦，你北京這樣說，你做到脆甜嚇，你做花蓮嘅鐵條醬，鹽味嘅，鹽味嘅，哦，嚇，看起來像水嚇，啊唔過倒唔出來，樣嘅，倒唔出來，像變魔術一樣，係因為佢係100龍棚龍鐵條啦，你除了鐵條冇其他嘅東西，冇像你冇杯食嘅東西，哦，啊當然你做有小米嘅咩？小米口味，小米口味哈，素素叫脆鐵的，你來做的哈。啊，當然有3種冇共用嘅，做講中華咯，東洋哈，中華跟東洋哈，優格、白巧克力、養樂多，優格、白巧克力、養樂多，咩都能拿來做鐵條醬，好食哦。哎呦，76個鐵條，花蓮的鐵條，24個白巧克力，你真的都自己做，你比例都可以這樣念出來，很厲害。每一定好食咧，純巧克力，每不如是個調和式的。哦天哪！所以那個巧克力係50個巧克力，50個鐵條。哇！哎呀，原料攏旁攏比利時，我直接來飲落去。哎呀，跟吼一個特別的吼，我講榛果吼。3年把東西賣到德國，都離下面，德國都有我們的東西，賣得很好。我為了慶祝日耳曼人可以吃我們的東西，從德國進口榛果醬，好38大豆卵磷脂，然後62%的花生，要做一下榛果。哦呀，食材有好食，金沙的超級版，
讲到眼就董兄的类似，因为你泰国一次做懂豆嘅尝试，一次老客家嘅饭条，来同其他嘅无乡嘅民俗，其他无乡嘅饮食文化，用它来做结合。你现在想要这个是？拢系用安尼海矿哈，人家讲嘅它海矿来做嘅哈。海矿的意思是底部嘅海底度嘅矿物。600公尺以下嘅海水哈，来做嘅叫盐。盐，深层海水盐。你看到也同样哈，像水同样哈，啊个倒唔出来嘅东西，也个麻辣花生酱，给做凉面啊，做嘅喏是给它火锅咖有嘛，做拌酱，很好食咯。很好食咯，色彩又好食，淡淡的烂米，它不会很重，我没有觉得这个很辣，它就是有麻香味。对，哎，你大方东西，拢行拢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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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合中海咪。拢行拢一层一层。那先是都麻味，再渐渐的一点点辣味，它还有给反跳给浓郁的油脂味出来。其实米上一滴滴的呀，喊米听听。你用呀刚刚讲的这个海矿，特别讲呀，还法典内深层海水用的取出来的这样子的海盐，对不对？其实同一般底下海嘅盐做嘅盐，晒嘅盐，係完全冇共用嘅做法。啊，唔過咧係講堅持想要用法典嘅東西來做法典嘅電路。一方面哈是法典，一方面哈，我爸爸去田當方，我陪佢去9年哈，我爸爸去田當方做管家。因為我來火花咩，火花家吼，叫他脊椎骨有一堆摕給用吼，跟嚴骨嚟講，佢講啊哦，你爸是清鹹哦，個脊椎骨當背有了粉紅色的線，因台灣也是鹹安樣嘅東西是太多嘅，挑油咩用鹽來做，要鹽我都嘛個99.999%的氯化鈉。其实对肾脏、对身体真的是比较不好。负担。这时间哈，法典有做一个海矿。他讲，哎呦，这个海洋拉钠的原料，全世界都40几封油，法典它一点强力。就是深层的海洋水。这个深层海洋水转29万转甩出来这个结晶体，他讲都讲也好，轻贵呀。给盐迄1年压个40美元啊，40倍价钱。所以你给分离的方法是海水不用到滚筒里面，像洗衣机很快洗衣机，紧转。你喺讲法典吼，你去料吼，你喺浸那花莲海矿馆，给侬忙透明的，你拢看得到点样去做。按古手没有脆呀，都有盐，对不对？花莲唔好啊，我就想讲啊，拿来炒铁条。炒好后吼，过来做下料理盐，我买要变干，买要真样，买要清好啦。一般人生按用一滴滴的盐，我咸死，我当咸的感觉。你给他试一个哈，烂米70%拢旁拢去盐，也系俺一点唔辣的东西，你给他是水哈，过到100，唔会停，5分钟将会料。要呢 ，Scorpio 占了10%，Scorpio 就是在舌头的后半段，蝎子的尾巴会往下钻进去，开始往两边跑。难怪人家完全吸收。进出就会里面那个还有连条动用。是可以耶，是那个蝎子在往我的喉咙在勾。你说吃这样的东西，你干嘛不会喊清健康？它的钙跟镁很高。你冇看到俺饮料冇进来，还那么丢人的上不是，我想讲的是，虽然人家懂来，不过人家是都给养嘛，因为我其实对呀这个海矿这件事情啊，懂很好奇。做嘛个给我设计了无按含嘅原因，係因為佢啲都有懂到嘅營養，除咗鹽以外。你用化學嘅角度來講，有個東西哈，要有高鎂高鈣的鹽。好，喺度講鈣跟鎂都有6%。那鈣跟鎂对人有什么好处 ？Google 老師會告訴你，對身體親好。所以講，佢冇像一般的經驗吼，龍旁99.999%氯化鈉，佢都唔會死鹹啦。古時用唔會死鹹嘅鹽做做動刀產品，含包含嘅損耗也像是炸彈、土爆炸彈，也係嘛個要懂得一下這個包裝。一個東西哈，嚟。做客家 V&V 嘅線上家，按照行全台灣，你發現講
人家以前哈，青岛人飞唔好咩？落吹布开始太家做爱咧，开始买那个落吹布，买的人比做的人多太多诶。你做唔富啦。所以讲，俺买青岛的落吹布，俺要识到青岛有问题的落吹布。所以俺就想去咧，俺希望本下落吹布一笪省份，去证明俺的东西是真的诶。好，去呢，俺希望透过呀落吹布，本大家知讲，花莲的行业老配的位有冇无共用？咱们要写清楚。第三，一个东西，係一定适合来编落吹布的，越编是越好，哈。所以讲要用白窑土，哈，它是柴烧，嘿，用种那个米的熟的，哈，米做出来的熟的，火干，嘿，用火干，去做安样的东西，又做得松年，好漂亮，很可爱。嘿，你让20年呢拿做一标30年章拿做人买爱，就变五金诶。哎，俺都拿过他多少钱不你？我打过来看下嘛。哦，不是，要东南开，这很漂亮的，唔攀得开，要真件嘿。唔攀呀，要送你。啊，谢谢。特别同也没有你个亚洲没有你的春田窑。哦。用啥？用下两面，用下来做。而且到这个装的这个包装都冇空用，因为它都是每一次烧出来的，全部就冇空用，算是一个懂有 T C 咩轻客家的一类产品。拢嘛拢苏州的，客家人的东西。对，韩国我知道，唔单枪登录就係佢本身嘅产品愛當好，愛當要求佢，因為愛送人嘛，故所包裝設計咪當重要。有時候來泰國當用心，比如講人家他看到嘅呀禮盒呀，唔滴滴都裝嘛，佢唔用看到都不會就知道哇，好漂亮，好花蓮，好在地特色嘅感覺。因公司哈，俺用發明西斯蘭行嘅東西哈，西斯蘭向嘅東西，因發明嘅攏嘛攏表現入去。任选，乜嘢东西都可以裝。其實你講嘅係安樣哈，一幅畫，山湖海河，60代山、鯉魚潭、清水斷、太魯閣，秋天、夏天、春天、冬天，要一張、兩張，講兩張、3張、4張，你要用嘅標龍做的。它是拼圖式的禮盒，它就是用手畫出來的，好可愛哦，完全跟我們花蓮的現狀是一模一樣的。你看得到就安樣。也係唔特別搶人設計嘅。我就朋友啦，上清朝人都講啊，做隻啲盒嘅吼，本人送禮嘅咩？我本來都冇想過要做一個東西，後來都睇人客講啊，我送禮，啊而家講冇一隻花蓮嘅東西，佢都冇乜意思啦。所以上清朝吼，啊8月份剛好開始發明，所以剛好是金針山季。哦，好，這個大概是8年前。8年前就開始，就做得這麼漂亮。那鯉魚潭它本身是一個山圍繞的湖，它旁邊剛好有那個芒草，所以種些的東西應該不用種下的。啊，水，那你湖啦海哈，海這個又連到清水斷崖。然後太魯閣是河川衝擊的山谷，所以山間斷崖的山。當時是上清朝啊，慢慢的丟起來。真的很有趣。其實我知道，來泰國人嘅想法真有創意，因為佢本身吼色係啊太頭家，係講做過當到無口用嘅產業嘅，做天使佢咪做過，真係係非常有想法嘅人。故說賺到因為爸爸嘅關係，賺到家鄉。我唔係太頭家啦，我都講。也係太頭家。全公也安排你做乜嘅事情，你做全力去做，唔是上過其他嘅。係你從上批年一辦，無滿過講你一張嘢可以得到薪水，你都滿講要做乜嘅事情，你從細都睇都安樣。對，你雖然人都蠻安樣。我知道青春嘅係我根本真正看到來泰國愛花蓮、愛客家、愛身體空間一個心，故說分享本大家，分享大家有閒嘅時間去花蓮，去來泰國了哦，錯冇？分享，來陪你聊，講乜嘅花龍做的？講一組客人去差唔多20分鐘，一點少20分鐘，至少20分鐘就錯嘅。你一講20分鐘，一講2點鐘，都行攏做得，你了解得到，我亂講得到。冇唔錯，故說邀請大家有閒嘅時間都花蓮了，今日也非常什麼來泰國聊節目當中，謝謝。什麼大家？咩什麼天司機頭前觀眾朋友跟蘇康休息一下，共下來做運動哦。節目好看冇啊？
好看福喜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，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，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。